我那时候是想说，如果就是有一点点的暧昧，对于这两个角色的关系是好的。大家好，我是刘子权。大家好，我是导演柯贞年。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妍霏。嗨，我们来就拍了5声。1、2、3、4、5、6、7、8、9、10。但基本上我已经退步很多。我们那时候，我觉得我手语跟妍霏手语熟练到是基本上是可以直接跟聊天跟开玩笑的。对，他们会比。会吗？我们就是说便当吃什么，或者是今天晚餐你要去吃什么什么之类，就是讲一些很基本的，或者讲一些我们等等戏怎么拍，或者是跟助教讲，就说我们等等时候要怎么办之类的。所以我们就真的就是说挥挥手，我们就在大家看得到范围之内就开始比手语，就完全没有声音，就是其他人就是说你刚刚讲什么事情啊，什么事情。而且我觉得很妙，因为其实不只是演员，其实那些工作人员他们在现场也会想要学一些对，然后手语，他们就会比得很慢，然后回到。就是我觉得他们很辛苦，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不太会凶他们，但是会一直讨论，一直聊。然后我觉得跟我合作也会很辛苦，就是像全会说，因为我很在意细节，就是每一个镜头或者是每一个表演。很多转折，其实就是角色很多转折，很微妙的东西，可是我都要做到，我看到。对，那个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也许一般的戏或者不是每个导演都会要求到这么的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调都是在调这些很细微的地方，所以就要譬如说一直回放，然后说，这里是个小转折，其实这边你做的不明确，什么的。他们会觉得叫我不要再闹了，就是他们会说。对他们就会说导演不要这么激烈好不好？或者导演你冷静一点点。他在很严肃的戏，他在跟我们开玩笑，在戏的中间。然后他很严肃，他可能想要调节我们自己的情绪，但是戏还没演完。他说我们晚上去吃什么，所以想说等，不要跟我讲。太快，等收工。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被搞乱了之后，然后我们就是需要就是抓时间，然后或者是需要一些时间去调回自己的情绪或自己的角色。当然那时候就会闹，我们就说怎么样？姑晚餐吃什么？就我们会很像朋友一样，对。怕就是让他们情绪不连贯什么，不然我就会说你们这样也不好，我们就加吻戏哦。对，然后我就是说，我就很想笑，但又很想哭，你知道吗？超级有点难过的时候说，你觉得我们最后要不要加吻戏啊？我说不要。他那时候一直想消费我们，你知道吗？请问导演这部分是？没有，我觉得有时候你会想要有一个。给角色一个出口，但是我觉得一个温柔的东西是会让观众喘一口气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在讨论说，那是不是这种，我说也不是要什么激吻什么吻，是一个很，对，我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讨论的，可是后来也会觉得其实不一定需要。所以他们私底下就还是有谈恋爱，没有啦，我乱讲的，没有。其实这位置应该要互换一下，其实他都一直在偷偷问我们。你知道那个艺人很喜欢极力否认，所以你很希望他俩真的有。没有，我觉得他们有没有怎么样，就是我是不知道，但是我那时候是想说，如果就是有一点点的暧昧，对于这两个角色的关系是好的，所以我就会想说为了帮助戏好，你们可以牺牲彼此。是不？牺牲彼此，你想这么做吗？真的不是这样子。就是我其实想要的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是很需要彼此的，然后需要互相帮助彼此的。那个是除了暧昧之外，那要更多一层的东西。对，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是从暧昧建立起嘛。可是后来因为拍戏有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也是另一种的情感。